各位观众早，欢迎收看今日12月初6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珠。先开始来关心咱国内昨昏无本土病例，嘛无死亡的个案，也阁有新增加4个大病入境的案例。疫情指挥中心是公布，针对劳动部、经济部4大部会管理的24类的场所，明年开始爱注意员工爱注意防下才通去上班。另外，上新的消息，行政长苏贞昌今日早起8点已经去台大病院注意第2档预防下。为防止新型病毒株 Omicron 的危险，降低社区传播风险，指挥中心宣布，要针对部分场所强化注疫苗防疫指引，包含教育部管理高中以下学校甲幼儿园、儿童课后照顾中心、地期补习班等；经济部管理 MTV、KTV、歌厅、舞厅等8大场所、大型训练场所等；劳动部管理职业训练场所、卫福部管理托婴中心、实地社区服务据点、亲子馆等，所有人员爱注满2剂疫苗，而且满14天才用工作。若捌确诊，爱摕3个月内解除隔离证明书、应免疫苗证明。若经过医师评估是无建议做疫苗人，也爱附证明。新制为明年元旦开始。明年1月1号开始实施，所以请相关人员尽速于今年的12月17号以前完整接种2剂的疫苗。指挥中心强调，新制上路了后，相关部会会加强查核，劳业者无符合规定，爱限期改善。教育部也已经发公文，要求全国中小学为12月20开始陆续安排12到17岁青少年伫校园集中做第2期免体疫苗。呼吁避开期末考、学测等重要行程。国内新冠本土疫情，初5礼拜2继续加零，已经连续31天零确诊，也无死亡个案。不过增加4例境外移入病例，其中3人是突破性感染。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阻挡变种病毒，鼓励大家爱赶紧量早注意防下。即马伫大卖场、百货公司、火车头拢有设注射站，希望要提高注射率。台北、花莲、甲宜兰拢有推出注射对象好康，鼓舞大家赶紧注射。新冠肺炎疫苗注射，请往这边走。只要来注疫苗，就有100个的超市礼券。除了摕礼品，台北车站大厅所在真方便，真侪人是行过顺线来注莫德纳疫苗。指挥官陈时中随5尾暗也到现场了解情形，感谢医护人员的辛苦。有点难约，然后不知道到底要怎么约，然后刚好看到，想说就赶快打一打，比较方便，而且又宽敞，医院人多嘛，还有门诊啊什么嘛。国内莫德纳疫苗注的人无多，为了要冲注射率，指挥中心自12月初5到初9，下昼1点到暗时8点，伫台北车站大厅西边这区域设莫德纳注射站，免有效，人到就会当注。对象包括所有还未注过2剂有风险的在台人士。它的对象是18岁以上从未接种第1剂，还有第1剂打莫德纳疫苗满4周，或是第1剂打 AZ 疫苗满8周。另外，新北市耶诞城开城，市府算准人会真多，所以第1个伫大型接近活动设机动疫苗注射站。市长侯友宜希望会让少数提高注射率，12月11到1月初2，逐礼拜6礼拜下昼2点到8点拢有通注。卫生纸、苹果加水梨啊，这是被送互来注疫苗的民众。花莲县卫生局伫咧人侪百货公司内面设莫德纳加流感疫苗注射站。伫宜兰的大卖场同款有好康，只要民众扎小黄卡来，就让随到随注，还佫盘手通领。因若伫中华甲园林火车站，随时也设注射站，对象包括个人甲外籍义工。伫现场要安排翻译，会当协助义工注有风险。县长王惠美讲，县内疫苗注射率还未到7%的防护网标准，希望民众找家己方便的所在，赶紧去注。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今日水气会变高，各地早暗温度会较低。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0度8。咱来看温度。今日基隆北海岸、宜兰雨会较高，会较粗。大台北、桃园、花莲、台东嘛有局部地暂雨。气象局早起有针对新北甲基隆发布大雨特报。透早受放射冷却效应的影响，温度较低。今日透早的上低温是出现伫南投，敢若10度8。明仔下晡开始，冷空气就减弱，会略略回温，暗过早暗嘛是较寒，温差嘛是真大。
明仔载下晡冷空气的减弱，严过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北部、东北部有局部地降雨。拜四到后礼拜日，东北季风再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回升就会较明显。气象局嘛预测讲，未来10天看起来是无冷空气会落南，严过乡亲共款爱说24暗时温差真大。初五、初六会有一个无偌强的锋面，为北部的海面经过。东北季风增强，大台北甲东半部地区落雨的几率拢会提悬。不过中南部影响是无大，天气相对较稳定。气象局分析，未来10天除了初7、初8，台湾北部会较冷，整体来讲拢无明显的冷空气落南。除了在周二、周三有一小股的东北风增强之外，其他时间的话倒比较没有明显的冷空气哦。那低温的话，大概就是维持冬季这种温度，大概17、18度上下的温度，所以大概未来至少7天，除了2、3这2天之外，其他时间天气上相对是比较舒适。初10、11东北季风减弱，台湾北部的气温会小可回升。未来1礼拜，全台湾的温度嘛会豆豆无遐尔冷，不过各地早暗拢会较清冷。受到辐射降温的影响，拢要特别注意早暗的温差真大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各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先来看自由时报。中国军机最近接飞过界，飞来引台湾扰乱，引起各界关心。美国的国防局部长是表示讲，中国的军事活动看起来就哪亲像伫预演，嘛强调美国会继续支持咱台湾增加自我防卫能力。来关心中国时报，立法院财政甲国防委员会今日要审国防提升采买特别预算，总金额是2373亿，会先公开审查，了后再搁秘密审查。立法院的预算中心有提出8大质疑，认为有一寡项目原本是编伫公务预算的，拢写甲清清楚楚，也毋过编伫特别预算内底，所以拢无写数量，预算敢有合理，嘛拢看袂出来。来关心联合报，疫情也未稳定，边境继续封锁，台北市5大商圈店面就要被砍折，空店面的比率是创下30年来新高。上届凄惨上害的是树林夜市商圈，有28排店面拢无人租。第2是台北的东区，第3是公馆的商圈。来关心咱国内预防社的注射率第1档已经要挖8成，那第2档嘛超过6成，这是已经达到疫情指挥中心的目标。也毋过有专家即马是烦恼讲，还佫有2成的集会人一档拢无做，但不离新型变种病毒 Omicron 即摆台湾，就会成做重症的高危险族群。专家嘛认为讲，65岁以上的时代，第2档的注射率要达到8成，咱才有本钱会当开放边境。国内第1期新冠疫苗注射率是7%，第2期是超过6成，达到疫情指挥中心的预期目标。不过有专家认为，即马全球主流病毒株是Delta变异株甲Omicron新型变异株。65岁以上老大人第2期要达到8成，边境才有解封的条件。记不记得5月那一次，多半死亡都发生在60岁以上，还有重症。这群人其实才是会不会压迫到医疗最重要的一群。专家表示，南非研究发现，Omicron 2度感染风险比Delta高3倍。各国拢赶紧要注第3期疫苗，虽然国内还未出现 Omicron 确诊案例，不过疫苗注射率要搁提悬，社区才会安全。有医师就建议，除了伫卖场设注射站，应对民众发健康券，鼓励民众去注疫苗。所以我们可以搭配。像县市政府提供一些所谓的类似健康券，那让他们可以把打完之后，那借由这一些他们拿到的类似健康券，可以应用在自己的所谓的医疗的健检或者是医疗的支出上。专家表示，Omicron的传播力是不是真是比Delta较悬？是不是有免疫逃脱特性？甲是不是真是轻症化？拢要搁较侪实证研究。如果搁1、2礼拜，科学家都有上新的研究结果出来，伫这进前，建议民众还是要过来洗手、挂嘴安做疫苗，降低感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的确定病例已经超过2亿6千万例，死亡人数是超过526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新增加4例，目前咱台湾计共16652例。中国的病例有99000多例，日本是超过172万例。
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侪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已经超过4900万例，印度超过3400万例，巴西超过2200万例。欧洲的国家伫英国是超过1000万例，法国是超过797万例。新的变种病毒株 Omicron 引起全世界惊吓。专家即马是认为讲，要真正了解 Omicron 的特性，要安怎预防，上无阁需要3-4礼拜的时间。目前也是爱量早注意风险，接洗手、挂水安、保持社交距离，做好防疫措施。伫南非发现的新变种病毒 Omicron， 当地专家表讲，大部分拢是轻症，不过其他国家的研究人员是积极，认为南非的人口结构较少年，工业化先进国家年纪大的人较侪，南非当地观察数字参考价值有限。有研究人员认为 ，Omicron 的传播速度甲范围，抑个感染的人数，上尾也会超过现阶段上严重的Delta变种病毒。上主要是因为负责拍开人体细胞和病毒入去的节能胚发生突变，和 Omicron 的传染力更加强。Most of these mutations are found in areas which have previously been linked to increases in immune evasion and viral transmission. 现有的各种疫苗，无论是倒一种制成，拢是瞄准病毒的某一个部分，和人体细胞产生抗体。路透社引述专家的讲法 ，Omicron 的节能胚有32种突变。其中26种特有的突变是藏伫咧现有疫苗所瞄准的这款节能胚，等于是和病毒有一底防护挂。Some of the mutations in this new variant may mean that the virus can spread easily or make the vaccines less effective. 学者认为有2个问题要赶紧找到答案。One, how does that affect the ability of the virus to jump from person to person and infect our cells? That's one set of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 to do. The other is to look at how well the antibodies that are produced by the vaccines that we have interact with the new spike protein and how much they block its activity. 也就是讲，目前已经知影的部分是 Omicron 可能会降低疫苗的效果，可能会加紧传播的速度。也唔知影的部分就是疫苗的效果受影响的程度，一个 Omicron 的传染力敢会超过Delta，对疫苗的效果可能会降低。专家认为可能是无法度避免的。不过，若研究人员更加了解病毒，就当对疫苗做调整，提高伊的效果。疫苗的效果无啥可能因为 Omicron 而完全无效，所以建议大家也先做疫苗保护家己。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美国资深联邦国会议员杜尔昨昏过身，才到98岁。杜尔捌伫2000的期间受重伤，伊嘛捌选过2届总统，替美国服务79冬。今年2月份的时，伊捌对我表示伊得着肺癌，即摆伊过身啊，美国国会嘛会降半旗哀悼。随后尾案，美国国会降半旗，拥有35年资历的资深议员鲍勃·杜尔致敬。以杜尔牵手后名的伊丽莎白·杜尔基金会伫推特宣布，杜尔是伫咧透早伫困梦中过身。伊一生为美国服务79冬，不过并无讲到伊过身的原因。杜尔伫今年2月时阵有讲，伊被诊断出肺癌第4期，伊甲几落百万美国人共款面临重大健康挑战。美国总统拜登推文讲，杜尔是值得美国人敬佩，伊做人调直有勇有感，伊的正派、尊严、优越感甲爱国心会永远流传落去。He's had his ups and downs and tragedies in the family, and he's suffered through it all. But he's our friend. I don't know anybody ever who's mad at Joe Biden. 前任副总统潘斯也讲，杜尔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伊一个为美国服务的岁月度过无平凡的一生。1923年7月，伫咧堪萨斯州出世的杜尔，大学时阵是运动员，捌参加过2次世界大战。1945年，和机关枪射着，受重伤，正手救赎。待院待了3年，不过伊伫这段期间食用功，真做律师加政治家。杜尔是共和党员，1961到1969年做联邦众议员，1969到1996年做联邦参议员，1996年总统大选输予克林顿。国家早进前，1976年伊做副手加福特搭配要选总统，尾也输予民主党的卡特加孟戴尔。杜尔也阁代言过辉瑞纳小小药丸威尔刚。伊讲不管拄到什么实际的代志，拢是笑面对人，对家己的生活也真满意。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
检查来一年有一粒火山伫车市爆喷发，造成上无14个人死亡，约100个人重伤。附近有几千个民众赶紧撤离。大量的火山灰喷向空中，民众惊吓逃生。印尼东爪哇省塞梅鲁火山当地测试下晡喷发，至少13人死亡，98人受伤，数千民众紧急逃离。Kemudian yang luka-luka parah, luka bakar akibat lahar panas, kurang lebih ada 41 yang dievakuasi di Puskesmas Penanggal. Yang luka bakarnya sangat parah, kita rujuk ke Rumah Sakit Umum Dr. Haryoto, kemudian Rumah Sakit Bayangkara, dan sebagian di Rumah Sakit Pasirian. 天顶拢是火山灰变甲乌麻麻，真热厝拢互冷熔岩淹去，互人心惊惊。火山喷发重创嘛将关一座村庄，超过300户家庭被逼到临时收容所避难，因为桥拢害去连外交通也断。印尼国家灾害应变总署派救援团队去协助临时避难所的灾民，啊毋过互火山灰高高的沙巴阻挡。印尼是伫环太平洋火山带，火山甲地动真济，境内有130个活火山。塞梅鲁火山是爪哇岛上关山，有3700公尺。顶一摆喷发是今年1月，迄个时阵无人员伤亡。公视新闻林浩如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欧洲疫情搁加悬，各国防疫措施拢变严。比利时礼拜嘛传出游行的抗议，爆发警民冲突。来关心缅甸文人政府的领袖翁山苏姬防指控讲煽动叛乱罪，今仔日会宣判，仰讲伫昨昏嘛爆发抗争，发生冲突，军车击落民众，有3个人重伤。来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甲俄罗斯的总统普廷明仔载要举办视讯会议，讨论乌克兰的情势，也有其他的议题。镜头搁转来，咱过来关心咱12月18要举办公投，民进党昨昏是由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伫台北市宣传公投的主张。那国民党是由党主席朱立伦甲前总统马英九去南部宣传公投的理念。4个同意保台湾。同意。国民党主席朱立伦甲前总统马英九分别在台南高雄各地宣讲国民党4个同意的公投主张。马英九讲公投是人民行使宪法的直接民权，无温存拍折，限制别使白大选。也质疑蔡政府讲，即阵桃园天然气第3接收站未起伫海草岛顶面。马英九批评其实已经起着啊，对着核数重新启动议题，伊认为核能安全无问题，也是能源多元化一部分。马英九也批评内地影响食品安全。那些莱克多巴胺都藏在内脏里面是非常危险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反莱猪，好不好？好。蔡总统说没有关系，让他进来嘛，你不去买就好了。那我们怎么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不是呢？你猪进来的时候，猪不会跟你说我不是莱猪，不可能啊，对不对？民进党是伫台北市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百工百业公投宣讲活动，除了公投议题，相关部会甲地方首长上台为政策来辩护。行政院长苏贞昌甲总统蔡英文也上台来宣讲。蔡英文强调，这4项公投若通过，会对国家的未来造成影响。如果我们不敢站出来，让公投结果拖累了国家的进步，让台湾在陷进核四的泥沼里面，再回到缺电的风险中。经贸又被锁回过去的单一市场，民主被混乱的选务影响。蔡英文强调，大选甲公投方面，一个是选人，一个讨论政策。若是白斗阵，人民无法度对重大议题好好来思考。希望民众支持政府即阵的政策，但还是无同意。记者孙华报道。那朝野的党团政党咧正拼势，民间团体嘛同款，要伫公投转票进前召开记者会办游行，要把握上尾的这段时间，让民众了解公投的议题。危险核四，不同意，核四公投。经过30点钟70公里的路程，反核团体发起核四大暴走游行，在7月1日来到凯达格兰大道，号召更加多人在12月18公投日投下重新启动核四的无同意票。我们不怕累，我们更担忧的是危险的核四，如果在新北的地方重启，
它将会是台湾的灾难。过一天算一天，然后过一天觉得庆幸一天。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危险的核四，它是一个过时的能源，我们早就应该把它抛弃。参观民众伫涂骹写下诉求，有人讲核四开设长暂的问题，也有人烦恼讲核废料危机。另外，核四公投的领衔人黄树修也前往各地来宣讲，并且指出，重新启动核四会用提升北部的电力，而且也使予中南部减少一寡涂炭、减少空气污染的问题。若是公投无过，民众继续惊吓，更加无度缓解污染。反核团体每一天都在跳针核废料，核废料什么时候影响过我们的生活？比起火力的空污，每一天都排放到大气之中。我觉得这些反核团体到底有没有把人命放在眼里？北部的核市场已经盖好了，如果能够启动，我们每年发200亿度的电，中南部可以少烧730万吨的煤。离公投的投票日剩无到2礼拜，民间团体继续发动宣讲。海草大公投推动联名，也有几10个环保民间团体，搁再为海草大的公投来宣讲，并且呼吁各界参加在1号的抢救海草大游行活动。民进党是不是已经把骗当成他们的核心价值了？现在所谓的0.4公顷，指的是原方案有21公顷的填海造陆，将来还要再做6个除草。把握最后2礼拜时间，各单位继续伫全台湾各地来宣讲，希望使甲各自的公投理念、甲诉求传到更加多所在，打动民心。记者综合报道。12月初，油价已经6.1块，中油是宣布讲，对今仔日饭店开始，汽油10公升是6.2块，个柴油是6.3块。虽讲油价拢有在落，也毋过侪民生用品、工业的原料等等，价格也是同款直起。国内油价真罕见，伫1礼拜内2摆落价，而且拢超过1块以上。为压制物价，行政12月初1先降汽柴油货物税，油价降1块1。随去中油初5国公布新1礼拜油价初6 0点开始，汽柴油各降1.2甲1.3，尤其95无烟汽油降到28块8角。是2日来降上济一摆，毋过物价油源是一直起，其中米仔已经免除6.5%的关税，毋过真济面包店介绍油源拢无落。没有涨价是因为之前可能它的价钱就已经定在一个目标了。2包吐司，1个法国面包，2个法国甜的法式吐司，总共是440几块。通货膨胀压力大，装潢费也变贵。有业者表示，现在也一直起，有的物件1个月起3摆，拢唔知要安怎向人客报价。自己的成本我自己都会吓到，木板的板材啊，然后一些铝料、铁工，反正每一个它都涨了。这1-2年营建业缺工的这个状况，这个工资的这个价格上升了。学者有讲，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续3个月超过2%，有讲11月 CPI 可能落伫个2.8%到2.9%之间。疫情加上中国能源管控，全球供应链出现断裂问题，特别是零组件出现抢货潮，产品价格提悬。明年顶半年通货膨胀压力尤为严重。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关心，受疫情影响，客运的业者陆续拢传出要收单。即马国光客运嘛宣布讲，对明年元旦开始，伊要停驶高雄到台东市区这条路线。最近有民众发现台东市的转运站打广告，国光客运为明年1月初1开始，高雄到台东市的路线停驶。国光客运嘛证实，原因是载客量差不多逐工拢干那10个以下尔，赚的根本就无够成本。毋过原底1778的车帮，要是同款的往回高雄到台武，一工会有2班车。那若台武要到台东市，也有其他客运会当坐。也是南回铁路的一个因素了。这个铁路是跟它完全几乎是重叠。好，这样的话应该是社会资源应该是更有效的来运用。火车问题就是去到遐远去啊吼，就安尼若有这公车好坐安尼不赶啦。就莫搁再转接啊嘛，你搁转接就废去啊。目前若要往回台东到高雄，有电气化的南回铁路，改经混快南回公路。袂少南部的民众拢是坐火车，或者是家己驶车去台东。不过台东县政府表示，偏乡的台埔甲大金乡的民众有需要往回邦寮病院来看医生。目前已经争取国光客运，要是要停靠台埔沿线的路线。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提高预防车的注射率，屏东是创全国大省，注预防车就分现金。到指定6个注射站去注射，唔免先药，嘛无限制讲一定是在地民众有注射就送500块现金，每一个注射站有300个名额。
若高雄嘛有提出送便利超商，也是大卖场的礼券200块，同款是要提悬注射率。屏东火车站一早起排队民众热等，看袂到上尾啊。毋过伊毋是要来坐车，拢是要来注预防射。8号门牌给他们。宗教团体捐款支持，屏东县创下全国头一个注莫德纳预防射送现金500块。对5号开始连续3天，外县市的民众嘛会当来注。毋过包括百货公司和火车站在内6个所在，每一站限额300个人。虽然免预约，有人提早1点钟来排队，嘛有人意外会当领到500块。听说今天那个前300名有500块的现金。是的，是的，是的。有因为这个吗？有。个500块。我唔知，我是拄啊去买，唔惊人甲我讲啊。做完预防射，马上领到超商的礼券。高雄市嘛提出奖励措施，只要18岁以上的民众，无论第1、2、3剂，符合资格条件，得当到高雄展览馆、捷运中央公园站和家乐福卖场这4位注莫德纳。因为本来是登记明天的，就今天就是要赶快来抢头香。今天来打的话，就会多领这个商品礼券。所以就冲着对。高雄市注第1剂大约8成的民众，不过第2剂尤其老大人意愿较低，市府鼓励民众趁假日招亲朋好友，做伙注预防射领礼券。希望透过这样一个机制、一个诱因、一个鼓励，让所有的市民朋友赶快出来接受第3剂的一个施打。面对新变种病毒，伫国际摊开，各县市嘛烦恼旧历过年，登记过节民众会提悬社区感染风险，尽力要冲悬预防射的保护力。记者李小燕、柯进准综合报道。中华县副县长林天富测试参加中华女中校庆的时讲唔对话，伊讲中华高中的这10部学生囡仔哪亲像狗引起争议。尾安呢，伊阁向议员质疑讲，伊即马在兼消防局长。也毋过，伊宣布消防专业。林天富则呛讲，敢讲做总统冇总统的专业。即马大家面对少年帅的事件甲风波讲唔对话，伊并无出来解释。啊，毋过伊有发表声明，表示讲言论若是引起误解，伊愿意回释的。你看到那个。中华女中4岁校庆，台上的贵宾齐做伙，轮到副县长林天富来致辞，伊用了安尼形容词来描写江中的学生。张中一群小伙子在外面了，跟一群哈巴狗一样。张中的校友在外面了哈，打拼了，像獒犬一样哦。在家里啊，或是到张女这边来当哈巴狗是可以的。用哈巴狗来比喻做江中的学生，甚至讲查某囡仔伫查某囡仔面头前做哈巴狗比做行较好，引发台下中华女中的学生议论。对着家己兼任中华县消防局长，被议员质疑并无消防专业，林天富嘛伫现场表示不满，忍袂住来反呛。兼任消防局长，我又不是要考警大，又不是念消防，对不对？你改天毕业去当总统，对不对？你没有总统这个专业。你怎么能当总统？虽然表示是讲算笑，不过言论嘛引起不少的争议。被比如做哈巴狗的江中学生，伫网络做了梗图，来强调家己是江中人，对着言论是表达抗议。江中的校友甲民众嘛认为，安尼讲法嘛已经造成不少的伤害。大家说这种话是严重的性别的刻板印象，借由说哈巴狗、熊或者是獒犬这样的方式来刻板化我们张中人祝贺张女校庆的行为。对，我会非常不开心，因为说这你一个林副县长，你这样讲这种话实在是很不好。而副县长林天富透过声明来回应，敢若是希望大家进入一场，或者是家庭会使互相的尊重。如果讲话若是引起误解，愿意向江中的学生来表达抱歉，或者对着江中的校友以及学生来不敬。记者中华采访报道。云林斗六市公所伫拜六的时举办驾车的活动，却发生意外弄着人，造成6个民众受伤，活动嘛遂取消。经去调查，主办单位就是公所，并无做好安全甲交通管制，即马已经罚款15万。涂骹有真长的恋爱痕迹，明显看到偏向路边，风口着车身甲车门看会出来，拢落落去，顶壳也破去。测试下晡伫云林的斗六举办的风龟赛车活动，造成6名民众受伤。云林县长张丽仙讲，会对主办市公所甲观光协会谈话。
造成了民众的这个伤害，所以我们还是以最高罚则15万来进行开罚。张立先表示，主办单位无做好安全维护甲交通管制，确实有疏失。另外，婚姻观观光协会表示，事前甲工作评估，这条嘉信路真直也真宽，也依法向县府的公务处甲警方来申请路权。活动前3天也一直来现场勘查，确实发现承办的单位无依照合约来设置违例。说当初我们在计划及规划的时候，一直要求我们都有要求，这是承办的公司来做好这边的规范。结果他后来没有做，也发生了意外。当下停办就很奇怪啊。对啊，我那时候其实也有提过啊，说你们要不要再延后一点？到了市公所坦白讲，活动时程已经规划啊，无到讲话停就停。虽有要求民众徛伫红山路顶面，也过人真多，无到管制发生意外。附近的民众讲，普通道路举办赛车也是有危险性。什么都没有，就在一般道路上，那就跟外面违法的那个赛车有什么不一样？婚姻管府表示，除了回去伤者医疗甲赔偿以外，也来调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未来举办活动的优先考虑安全，尤其无鼓励在这款的大路的条件举办相款的赛车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咱镜头来屏东，向大自然学习。屏东的潮州伫森林公园内底开森林课，带民众走入森林甲大自然互动。有青吟吟的大草坡，阁有清气的溪水，鸟仔嘛伫遮休假真舒适。这是屏东潮州的林后树林平地森林公园，因过就是一个环境像样的园区。即马林管处设计林学校的品牌，举办森林课。带民众认捌动物、甲食物，可会当伫森林内底做运动。开幕至今也有7个年头了。那我们今年尝试着用林学校的一个品牌，然后也这个让周边的社区来提案有3个课程，现在也进行式为着园区唔单单是一个观光景点，在地少年人甲社区团体提出计划。内容包含是农生态课程，设计农经区等800款，佮利用原住民的传统作物，规划一片用牛屎做的地景艺术。在寓教于乐上面在游程的体验上面，更知道在地了解。我们想要在我们的农耕区去做这个可食地景让我们原住民的一个传统作物比如说红梨，比如说小米，那在这个过程耕作的过程，除了保种的概念，也有文化传承，结合在地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让森林园区更较有教育意义。唔但会当互在地人传承文化，嘛互来佚佗的民众认捌大自然甲森林做伙生活。记者综合报道。咧团新闻台也有南投6国的红红国小，这的美术老师是带学生囡仔家己做戏红仔，而且佮编剧来搬戏，又佮甲学校内底的国乐团合作，做伙搬出故事剧，学生囡仔拢感觉真有成就感，当嘛真做红红国小的一项特色。位在南投6国红红国小的美术课上课有真侪变化，老师设计课程要甲学生做戏红仔，佮要求爱家己安排角色。身段静活跳，每一人所画出的角色拢无同，有武生小段，要摇魔下刀，用色挂跳，实在是真有创意。布袋戏其实是配合学校的艺术与人的课本，那刚好一个章节是在做布袋戏，那我想说，这个布袋戏可以来让学生来试看看。那经过1、2个礼拜做完之后呢，那我想说，这样一个每个同学做的布偶都不同的造型。那这样是我可以演一出戏来瞧瞧。既然戏红都已经传好势，无甲好同齐做一出戏来用，学生家编剧本，而且校长找学校的国乐团来做后场，万事交臂去过演戏，家己做导演，佮用家己手工做的戏红来搬，从头到尾甲动创拼来完成，大家拢感觉真有成就感。我们是会先练音乐，然后老师会这样子暂停，然后换他们布袋戏，然后我就是跟着。拿别的锣，就是他们就是叫我跟其他人一起敲，把布袋戏的纸偶做出来了。他想，要加点音乐，孩子们的耳朵会听到很多的年长的长辈们的一些戏曲，一些敲锣打鼓的戏曲，他们就把他们所会的
他们国乐所学到的东西就应用在那里。校长讲，望透过多元课程的设计，加人文美术、表演、音乐做结合，培养出学生的艺术涵养，也期待学生有愈侪戏剧作品，小甲国乐团做演出，比作是凤凰国小的一项特色。记者综合报道。屏东潮州有一间开到10年的老茶行，唔那卖台湾茶，头家卖教你安怎泡茶、安怎啉茶。上界特别的是，这店内也阁有一只真古锥的鹅，叫做阿宝，真受人客欢迎。台湾的茶比真正赞，甘甜好落后。伫屏东潮州的老茶行，头家苏国清自细汉就伫茶行大汉，认为啉茶是一种趣味，希望把啉茶推广出去，甚至互少年人也当介意啉茶。我23岁就开始落去伫山顶插茶啊！我毋是讲食茶食10年20年来学茶，我是伫山顶学插茶，安尼来较来学食，较来开茶行。像咧像年轻人，伊就要啉凉的，我但是要互少年啊会用食，我慢慢推荐，伊就是来遮食茶，我介食，食茶有真有即个乐趣啊。目前茶行已经传承到第3代，也有少年人来接。除了卖台湾好茶以外，店内也有一个人看人爱宝贝，叫做阿宝。阿宝是一只对鹅仔囝开始饲的狗，真侪人客来到茶行，头家无一定爱伫处理，不过无看到阿宝，这是绝对袂使的。迄只是阮囝去庄脚，算讲送茶去处理嘛。啊，伫遐路边讲看到迄个人喺卖，伫遐就改卖。我还已经养9年了，对，他从黄色小只的黄色开始养到现在，已经养9年了。很多粉丝特地从台北下来看他的也有。国内旅游当时行，台湾真侪乡镇拢有特色，也有真精美。趁着假日时会当来到屏东潮州的街仔顶行行看看咧，无的确会发现到无同款的趣味。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感界来看嘉义县伫举办社区营造成果的展览。阿里山的原住民做嘅武术有衣服渐渐失传。阿里山的山美社区就举办工作坊，要传承这项传统。嘛，伫社区展览的时展出，希望互人了解这个文化。台顶是在地表演团体演出，台口阁有社区的时代等待要上台表演。来自25个社区团体、学校甲乡镇市公所，做伙伫嘉义县社区营造联合成果展当中，互相交流、分享努力的成果。来到这边，再来去看人家的一些其他社区的社造精神，然后有没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带回去大埔，再让我们变成我们继续精进的一个能量。那这部分其实展现很多嘉义无同款的特色跟文化，把在地文化变成转译成它的一个社区的故事。来自阿里山的山美社区，嘛伫即届的成果展览当中，向大家绍介因当日复兴的武术文化。社区表示，部落过去因为拢无相关的记录，所以今年头一摆用工作坊的方式，把武术文化内底的生活知识绍介予社区的少年人入捌。这个珍贵的部分，就是到现在他对于周族的一些自然的态度、自然观、宇宙观，它其实或者是我们对于我们的那个灵魂观这一块，其实他们可以解释得非常的清楚。为着保存武术文化，发展协会嘛申请要登录做族的无形文化资产。嘉义县文管局已经通过审查。社区指出，希望除了原住民的语言甲祭典文化，这项对原住民生活精神有正大影响的武术文化，嘛会当豆豆仔得到重视。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来关心儿童福利联盟今年满30周年，有专工举办儿童权利主题展览，用画图的方式要让大家了解囡仔的需求，大人嘛爱听囡仔的心声。图内底主角表现出悲伤，转向行路的这把图，要讨论的是囡仔的健康权。儿童福利联盟举办儿童权利主题展，透过插画图的表现，亲像表演权、游戏权等等，希望大人通更较了解囡仔人的需要。有游戏的空间，有游戏的时间，这样他可以跟他的玩伴一起玩，而且在户外的部分这样子。那你看后面这种就是黑白的部分，就是它可能呈现就是很多现在一般孩子的一些状态。透过插画的方式，大家就是可以一目了然的，就是说孩子的笑容要怎么出现。儿福联盟表示，为着让儿童人权的概念更加深入社区，因特别请插画家连接儿童的5大权利，亲像儿童的隐私权。即马网络使用手机有啥物危险？阁有儿童表达权利等等，用图文的方式，伫全台7间独立册店来展出。
他们觉得是可以更容易理解，然后每一幅，他们甚至觉得每一幅画就像一本绘本一样，可以很好的去研究一下里面的画的内容。然后旁边我们又有搭配对应的主题书，那他们其实在于了解那个画了之后，可以再去看书，会更有感觉。囡仔嘛有家己的想法甲心声，册店表示，因少年线透过相关册本，小解家长林捌者的议题。立法联盟嘛指出，囡仔人儿童权利主题展会办到12月底，希望透过侵入社区的方式，让大人改变囡仔人有耳无喙的旧观念。记者陈雅文、李玉凯台北报道。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三麦童，去年要甲因的一出戏拍做电影，今年因摕到文化部的补助，即马要开始拍第2集啊，嘛开放拍片的所在，互民众去参观。希望要互大家了解布袋戏的电影安怎拍。手动片头，3、2、1， Q。为着要迄电影当中一个角色的反应，有人摇刷，有人用机器吹风。嘉义县在地布袋戏团队三麦童，即马当咧翕电影《如情似水》第2集，伫现场无闲的人，拢是因为介意布袋戏来学习的志工。有上过课的学员，因为他们已经学过搭台，他们也学过怎么去造树、怎么去喷砂，所以这些比较基本的工作呢，他们都会来协助。原来拍片需要这么多人手，然后有这么多人愿意付出，然后有这么多人会自己还会买点心来，然后付出劳力，然后不求回报。摕角色配音，换镜头了后，改落去人行啊，一个人都有4、5项工课。三麦童讲，第2集的场面比第1集搁较大，敢若大舞台大概4点钟，所以希望透过课程甲开放参观吸引民众。那我们原本的志工人数根本不够，尤其是搭台拆台。所以我们才会开设这个微电影工作坊，就是让中正大学的学生，还有我们嘉义县市的民众都来参与。因为平常时大家拢有家己的工课爱无闲，三麦童干那当利用拜6礼拜的时间，伫嘉义县表演艺术中心内底拍片。三麦童讲，虽然进度无法度真紧，但是会努力甲第2集的内容翕甲比第1集更加精彩。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体大大车拼来看2021年亚洲的帕拉青年运动会，目前当地巴林王国举行。咱台湾拢总有13个选手去参加，目前咱已经摕到3个金牌、2个铜牌的好成绩。当地咧巴林举办的2021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咱国选手表现出色。电竞项目，高义勇走100公尺、200公尺、400公尺拢摕到金牌；吴玉业走100公尺加200公尺铜牌。另外，吴义勇走400公尺，嘛以1分9秒7的成绩，破全国 T11、12、13 3组分级的纪录。教练张福生表示，选手的心理状态是上重要的。练习以外，就是要选手临场的表现要正常，这就是上重要。一般的成绩偌济，来到这就差偌济，错了有法度突破纪录，就是选手临场的表现。吴义勇3年前开始练电竞，认真专注练习是维持成绩的秘诀。这次头摆出国比赛就摕金牌，也特别感谢教练加陪走员。有时候成绩会一直上不去，就是要一直去练啊。去把感觉找回来，只是觉得很感谢学长啊、教练和学姐这样。学长他是我的陪跑员，然后他在比赛的时候就一直都带着我，然后教练也在旁边，然后陪我这样。亚洲帕拉青年运动会4年办1摆，今年台湾计共13位选手，分别参加电竞、游水、地板垒球、羽毛球、乒乓、跆拳道。目前比赛搁咧进行，代表团也邀请民众上面册台湾 in Bahrain 关心上新消息，替选手加油。记者杨淑晴采访报道。F1 轿车年度上下尾第2站伫沙地阿拉伯的大奖赛，免瑞车队选手汉密尔顿摕到冠军。因年度积分的排名，即马已经捉到对手啊！若到底谁会摕到年度的冠军呢？伫即礼拜的阿布达比大奖赛就会拼出输赢。咱来看体育新闻，今日报道。
F1 一级方程式赛车年度倒数第2站，沙特阿拉伯大奖赛竞争正激烈，到第35年发生第2遍车器毁掉的情形。排第第2的宾士车队车手汉密尔顿弄到领先的红牛车手维斯塔潘。这边烧花，赛会也启动调查程序，并且对强硬防守的维斯塔潘开5秒的罚单，再加上汉密尔顿走出上紧的高点，上尾也就12秒的差距摕到这站的冠军。不过赛后2个人对这边烧花拢有疑问。I slowed down. I wanted to let him by, so I'm on the right, but he didn't want to overtake, and then we touched. So yeah, I don't really understand what happened there. I didn't quite understand why. All of a sudden he hit the brakes quite heavily, and then I ran into the back of him, and then he moved on. So I didn't understand exactly what was going on, and I got a message afterwards that he was going to let us pass. So it was a bit confusing. 汉密尔顿摕到沙特阿拉伯站的冠军了，年度积分是1比领先的维斯塔潘，两人会伫这礼拜6的最终站阿布达比大赛将比冠军，决定谁人是年度冠军车手。对手会球挂网，俄罗斯的选手梅德维夫摕到第2点单打的胜利，和俄罗斯2比0打败克羅埃西亞，摕到今年世界组的冠军。Yeah, it was pretty amazing 2 weeks because never easy to come here at the end of the season, but a few of the best weeks of my career, and I'm really happy again for the team more than for myself. 这是俄罗斯史上第3座泰维斯杯的冠军，也是15年来第1遍伫咧泰维斯杯摕冠军。再加上俄罗斯的女子队顶5月摕到比利真金杯的冠军，俄罗斯也是史上第4个同时包办泰维斯杯加比利真金杯的国家。顶礼拜伫咧印尼举行的羽球年终赛，咱国男双组合李洋、王泽林伫4强拄到世界排名第1的印尼，先赢1局，各输2局，和对手交战无法度2连败。因那女单决赛出现史上上少年的冠军，南韩的选手安喜莹连续赢2局，打败印度的新度，从19岁摕到年终赛冠军的纪录。男单是丹麦的选手安塞龙打败泰国，摕到伊个人第3座年终赛冠军。阿根廷脚球明星梅西摕到今年金球奖，这是个人第7座金球奖，创家己保持的纪录。今年伊带阿根廷摕到美洲杯冠军，将继阿根廷28年拢无国际赛冠军的情形，所以得到金球奖的肯定。也不要不满的声音，有德国媒体就讲，波兰的前锋莱万多夫斯基踢入上最64球，煞即个人摕到年度最佳前锋安慰奖。因那葡萄牙的脚球明星 C 罗也只敢那排伫咧第6名，甚至和伊的球迷伫咧批评发文暗赞，也佫讲这是事实。记者综合报道。美国卫视字典公布2021年年度代表字是 vaccines， 以放下疫苗这个字，因为伊是全世界和疫情刷过的希望。真侪国家即马拢赶紧咧注意放下。也毋过嘛，因为预防下引起各种的争议，这一字也是今年使用率正悬的字。卫视字典宣布，疫苗 vaccine 被选做2021年的年度代表字。美国卫视公司的特约编辑彼得索克洛斯基讲，伫2021年每一天疫苗这个字出现的机会拢正悬。卫视官方的资料，疫苗这个字的搜寻次数比2020年增加601%。若甲2019年新冠疫情发生前比，增加1048%。搜寻的力度甲疫苗的政策甲预防下的相关新闻是正相关。卫视字典2020年的年度代表字是大流行 （pandemic）， 也甲新冠疫情有关系。2020年12月，英国自世界上第1支新冠疫苗，尾美国也伫咧纽约自国内第1支疫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到2021年12月初，全世界已经自要加80亿剂的新冠疫苗。卫视公司讲，疫苗这个字第1遍使用是1882年，迄当阵伫咧种子，也甲相关的字首出现的时间更较早。伫这边的新冠疫情，疫苗所代表的，除了恭维意涵，也代表希望，也佫有政治上的意义。伫咧新的变种病毒株一直出现。一个疫苗分配无平均的议题，做疫苗的政策、疫苗通行证所引发的联合争议甲是非，拢是世卫组织这么关心注意的代志，也是世界各国这么头疼想要解决的问题。No country can vaccinate its way out of the pandemic alone. The longer vaccine inequity persists,
the more opportunity this virus has to spread and evolve in ways we cannot predict nor prevent. If we're still going to continue with the vaccine iniquity in the world, definitely we're going to still seeing this kind of set events taking place, like the variants coming up, and then we are not fully covered for that matter. 正确表示，英国牛津大书店也伫咧11月选出疫苗 Vax 作为年度代表字。因那威士忌店的年度热门字，也佫包括美国今年年初国会暴动所涉及的叛乱，美国航太总署 NASA 的飞星探测车热力号，也佫社群媒体 FB 的新名万宇宙也拢有上榜。公司新闻金婉庆编辑。受新的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影响，英国亚旦头人学校甲去年同款，今年是要用线顶的方式甲囡仔互动。若袂少国家嘛，因为疫情的关系，看起来疫情佫行起来呀，所以庆祝活动各不种拢爱救济。得到圣诞老人的招牌笑声，几多位英国圣诞老人学校的实习生，伫其教室准备要上课，受到 Omicron 影响。按照去年的做法，和圣诞老人用视讯伫网络顶甲囡仔互动。So we've had to recruit more and more Santas. I think we've got about 25, 30 new Santas onto the books this year, who are doing multiple bookings, sometimes several bookings a day. They might go and do a public appearance or a live show. 为着要甲囡仔开讲，一寡圣诞老人也怪学安怎用视讯，亲像讲话时阵唔通伤大声，则袂声音拢憋开，甲囡仔惊着。为着要甲囡仔现场互动，因也打算要设置新的空间，互囡仔甲圣诞老人面对面。We're designing grottos in such a way, the setup of grottos, so that the child and family and Santa are able to keep quite a distance apart. Just by strategically placed presents or tree, etc., you can make it very naturally have natural social distancing. 有真侪国家本来欢欢喜喜传好的圣诞活动，所以因为新变种病毒 Omicron 的影响，活动的规模拢求水。伫德国的圣诞送暖活动，本来过去拢是几落百位出租的圣诞老人，规定到企业、购物中心、餐厅砸礼物送予参加的囡仔。今年唔能求水，也怪只过2支有风车才当装圣诞老人。Das werden wir in diesem Jahr wieder tun und wir setzen dieses Jahr auch nur Darsteller ein, die geimpft sind. Das machen wir einmal, um die Familien zu schützen, aber auch um uns selber. 巴西因为出现 Omicron 的病例，目前有真侪州已经宣布取消年底的跨年活动。2月海边啊，虽然还佫真侪圣诞的装饰品，也毋过已经较无过节的气氛。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辑。天气报道在今仔日的水气有较高，尤其是基隆甲新北雨会较粗。明仔载东北季风会小可增强，伫北部、东北部同款有局部地渐雨。若中南部是喺细日时暗时温差真大。甲向前咱做法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3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9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咱做伙来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